死我！陆远航玩起了美人计，马天林就这么轻而易举的上当了。这马总也太容易上钩了。小样儿！吃了我吧，帅哥！吃了你！这小子是旱得太久了，一直在外边跑，连家也不敢回。这刚一回来，又给赶出来了。这可太可怜了。是啊，他也挺可怜。他那个老婆是个高干子女，马天林在他面前连个屁都不敢放。要想上一回床，估计都得打报告才能通过。这种人，表面上看着挺风光，其实可惨可悲哀。哎，等等，快过来看，快过来看！哎，弄死你！喂，哦，是浣溪沙洗浴中心。对，有什么事儿吗？你好，麻烦你帮我查一下6号单间的客人。他已经走了好一会儿了，跟一个高个子的漂亮女孩。什么女人？是女客人吗？对不起，先生，这我就不清楚了。哦，谢谢啊。不客气。妈的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哎，出什么事了？坏了，老四闯祸了，他又到外边搞女人。我刚才千叮咛万嘱咐，让他这个时候千万别乱来。怎么，搞出事情来了吗？我哪知道？现在都找不着他。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你都不能乱，明白吗？有我在，天塌不下来的。明白。明白。喂，成了，行，我马上来。你想干嘛？我想干嘛？不会非礼你的，你自重好了，行吗？这应该是我说的话吧？是你半夜3更来敲门，还让我自重？我想告诉你，我现在出去了，再见。宝贝儿，
今儿在你这儿过夜啊，你快点儿。你先睡吧。喂，三哥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在一个熟人家呢。你在那儿干什么？你先别着急呀，不就那么回事儿吗？什么熟人？男的还是女的？有没有上床？安不安全？你说啊！女的，她认识我，我不认识她。你放心，很安全的，不会出什么事儿。废话，有麻烦也不可能马上出现啊！你知道袁小萌知道这件事儿的后果吗？啊！告诉我，你现在在哪儿呢？我在和运花园3栋。我马上帮你处理。你在马路边等着我，千万别走开，我马上就到。啊！好。宝贝儿，来，出来。我跟你说啊，我晚上得回去，我有急事儿啊，我不在你这儿。干嘛？你说好在这儿过夜呢？改天啊。怎么样？都搞定了。走。看来李远航的计划成功了，马天林的董事被抓住了。马天林这下什么都愿意做了。离家出走当逃犯都做了，还有什么不愿意的？那是陆远航使的计，骗陆文农的，只是在外面找个旅店住住而已。现在不一样了，夏莹的秘密涉及到人命官司，看马天林不做也得做。今天真的是戏啊！改天我一定来啊！就这么地了啊！我走了啊，乖啊！马总，玩的挺开心的，他挺好啊。你们是一伙的啊？陷害我？哎，不关他的事，你走。马总，现在可以说实话了吧？说什么？有什么好说的？啊？小段，给马总看看今天晚上是怎么潇洒的。哎，哎，没你们这么害人的，陆总。你们，告诉我，夏言是不是还活着？现在在哪儿？我不知道，我真。